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模范收看福起来嘅，我阿明姑刘浩明。你今日福起来啊，首届一个鬼贴拍的剧团係我哋李文姑個劇團。李文姑個劇團算是我哋南部樂隊，算是鬼貼拍的一個算是有文化傳統嘅一個個劇團，因為伊哋唔單止結合到我哋傳統同我哋嘅現代嘅表演嘅方式，同時鬼貼拍的伊哋把我哋嘅劇同我哋嘅歌結合下。嗰時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嘅李文姑個劇團嘅副團長，我哋嘅周美姐嚟到現場，周美姐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內部嘅鄭周美。同時我哋嘛有請到也拜我哋嘅師傅在桃心橋嘅李文姑，做李文姑本人咧，我哋咧就曲姐嚟到現場，周先生好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呢輩來嘅周曲。我今日佢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嗬，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其實我哋提供李文姑個劇團算是一個鬼貼拍，把我哋嘅劇嗬同我哋嘅歌嘅結合好嘅一個個劇團。我想問一下我哋副團長，我哋嘅周美姐嗬，當初哪位介入我哋嘅李文姑嘅個劇團咯？我記得我係84年都參加嘅客家樂隊歌謠班嘅觀摩嘅比賽。但後來咧，因為有一件事啊，有認識到李師範教授係我哋天音嘅團長，啊天音嘅團長咧，伊個好教，伊都講唔但有興趣去參加，同埋共下嚟成一個團喎，我愛做戲，也愛唱歌嘅，也愛跳舞。伊講一個教授又唔錯，好教我，我哋本身講起來也係一個好教啊。所以咧，我都係嚟參加，係一個機緣之下參加嘅。嗰當初我哋咧教授，我哋講，只是講伊係教授啦，佢可能個真見啦，嗬。希望佢聽講，我哋要做戲，我哋要唱歌，然後嗰度係吹把戲咧。唔係啦，因為也係認識啦，因為我哋參加歌謠班之後，伊嘛有業啦，他家人都過熟嘅呀。係啊，真是他家人過熟啦，嗬。同時亦係教授啦，上個文化意思應該唔好嚟亂做事情啦。你講話佢好教。係啊，咁就叫做啷當初做我介入嚟李文姑個劇團。要咩樂隊佢唔係？全部人都係睇嘅環境地方啊！嗰個教授講一下，我哋全部都好朴素嘅，贊成。唔過我哋呢年代嘅歌謠班呢嘅團長啊，都唔多聽嘅，因為我哋本人比較熱情，挖角。但是我哋提講，其實李文姑也俾人，應該講也俾劇來講啦吧嗬。其實算是我哋早期睇天師吧，唔係講安東尼有時睇糖啦，只有個時間，其實真係是我蠻細嘛，有聽到李文姑嘅名啦，嗬。其實我哋啲隔壁啦，都比如講，一開始要有聽日本嘅歌嘅啦，嗬。你見到提講，其實係因為台灣其實還是用大部分用日本調嘅歌嘅嗬，然後都搞嗰種開始講嗰種李文姑嗰種好事情啦，嗬。某個線上啲俄斯啊，把個線上嘅出去入個送一些，然後線上啲俄斯綁喺度鑊嗰跌下去，我感覺到奇怪，幾時節咧？我哋講燒烤一件事情，其實來人佢單純，好，但是幾時節唔知個家聽講，我參加一個歌劇團嘅時節，你一般來講，當唱歌嘅經驗嘛，好，咁我嗰陣咪就你幾時想講，我哋要表演，要做戲，你幾時都想講冇見狀？還好啦，因為李文姑嘅10條嘅歌嘅唱出來嘅曲我哋玩死唔知嘛，客家人咩地都靠雜檳榔嘅，雜檳榔都幾無聊啊！我哋明日都表我都彈啊，一件彈啊都垃圾嘅，所以呢，我哋呢嘅李師傅教授提起講，我演一個戲嘅時間，我都有個興趣啊，嗰時候我都參與吧。但是問題係彈是彈咧，唱歌是唱歌嘅，嘛做戲咧。做戲都讓我教啊！伊講讓我教我都讓我教啊！咁唔咯，唔知解點樣咯？因為我係睇歌啊，至於就都會撲戲嘅。哦，係哦，真操啊！我哋聽得咧啊，咩可能有18嘅天分啊！啊，我係萬世龍嗰碟上台去歌唱比賽嘛嘅呀，嗰時候。對人哋唔會感覺到講乜排斥啊。因為其實我哋從我講唱歌是唱歌嘅呢，嚇唱歌嘅行上去嗬，嘅我哋音樂一下去我都出來唱嗬，唱出感情，唱到乜嘅。
但是做戲學過貼片講，貼唔係記得人家嘅台詞啊，記得人家座位啊、座位嘛，吼，聽嘅有聽人答嘅時間，吼，有啲人會搶拍人嘅台詞，比如講話講過嘢，對面都唔點樣講，因為一般講係嘛，佢等於講有人對答嘅時間，我想衝過安尼啊，佢從即個行喺副團長，能用嚟去教我哋嘅團員開始去做劇嘅一件事情，面對人問題。冇錯，一般上前下時間都冇經常教，但是我哋即個持續注重，我要個記報時，我要記錄，我要安排安尼。嗰所如果你日係佢唔耐煩啊，他生我講，你既然嚟到一團行啊，都要付出咯。哦，唔係講錯啊！你嘅，他敢去表演，如來係示範，如來示範人唔可以哈，他敢去嚟演啊呢，一定要逼出來。我本意做行業嘅啦。一定要逼，此言舊嘢，但是一個上台前嘅練習最重要，一次過一次，一次過一次，比垃圾嘅上台前次都冇問題，此言都發揮出來。嗰時候垃圾嘅上台都冇問題嚇，做出這，而家當然啦。像你頭先講嘅，唱歌嘅團員希望強啊，唔過我感覺到有關聯咯，因為我哋唱歌嘅，你聽到底下嘅歌詞乜嘅意思，你表達出嘅嘅情感，你有辦法唱出嘅嘅歌嘅，可以本他嘅人可以哎呀話有安尼共鳴啊，係啊，啊唔願意咪強強啊，冇團嘅嚟去帶出來，反而係咪個團講啊，哎呦嗰個哪個嗰個教哦。一聽咧啊，同唱歌一樣，有感覺同唱歌差唔多。可是問題係講，有時時即個喺上面我表現到講過後啦，吼，過強啦，無論係啲撩人家啦，佢上台要緊張嘅時候，我用我要表現。咁你係要鍛鍊嘅啊，有你係要鍛鍊嘅啊。問題係從安尼，譬如講，我哋講臨場反應，睇底下練得出來啊。係，唔過3萬嘅練咯，啊做強嘅，睇到佢做到強嘅。演乜嘅角色，攞參乜嘅角色，唔見面唔也身份一個啊，唔嘅身份攞變下來啊，嗰種嗌來講啦，嗌嘅角色睇本嗌當做個後嘅，無都個粗嘅，或者係攞撩人啊噶，我哋一向以來攏喜歡那個呢巡迴戰啊，啊拄到攏係太過太子啊，我哋攞做老來子啊，啊俾人鬧，啊帶歡樂俾人啊。因為做亞出國嘅件事情，唔係講每個人可以做得到嘅。本來你即個個性都你講，各發拍各發挑人。反正我都係我最細啊，冇乜嘅負擔啊，嗰種可能也有安尼個性。係因為同我哋就嗰陣有講到講，其實要用講嘅去啊，你講揣摩嘛，嚇，要學點樣嚟去表演。咁像即個喺教團嘅，因為唔係講每個人都係天資異稟啦。也當時邊個當時個橋，我後邊送人可以，我喺個企到前面去啊，除非吃。大陸按摩呀，因為唔係每個人都講先話，你咁樣用到。吃人講嘅呀，嗬，冇問題哦。喺唔啱司機講業餘嘅時間嗬，唔超有問題嘅，超一配哦。哎呦，我天機我講埋嘅，我染好來哦，有啲司機頭一隻事，而且幾樣嘅。我都是要รับ查過一下嗬，腦袋空白。係啊。要可以擺。咁問題係嗬，我講其實亦係兩個集團，第一啲你垃圾嘛嗬。你垃圾嘅，你尤其係人哋機動時嘅時間，嗰種你硬派嘅時候，眼面嚟都撩下來。錯，都冇表情嘅。嗰種係要一撩唔落，要下落要機司機。因為我鬥答，因為我鬥答嘛。我冇問人，我想問嘢。因為以至於可能問住。我講啊，練習最重要啊！意思冇問題，我有問題，我練啊輕鬆啦，我能咁上去。練乜如果練習冇？我同講，我能選最短嘅嘢先，我唔敢選佢長嘅，我配唔住。對啊，也係副團長嘅職責嘛。不是還要送人啊，還要送人上去啊，同一啲嘢全部安排好晒啊。咁啊，第二個係第二個，做乜做副團長嘅嘢咯？啊，你也托住。可是問題，唔知個學乜嘢嚇？因為我要教幾度。T 擺上台，T 擺幾台詞嘅人能夠教。而家我都會教嘅用，我教完佢會用。好，因為我教。我會提講，而家係話嗬，去打人，但是唔因為講，唔出家唔係真實打，係其實療人，呢種心態去對一件事情，唔係講我真打，係有一些療嘢嘅打。我前頭我哋心情推廣，那邊我會嚴厲看。
比如我今朝抹落去啊，唔免抹一下，都抹幾安尼，我要帶鼻孔啦，我教唔講係教人過無練，我要阿你教。可是其实搞引归回啦，爽到人都会讲啦哈。可是说去做副团长，人家那个比做嘛做副团长，因为就是你过钱啦，嘿，显头吧哈，显头发过社会哈，不是这样，大家时间都去自己。但是问题还有，其实从头到尾的副团长有讲都讲，你的一开始其实还做完了以前的那个算是俺的糖垃圾的糖多嘛，但是也把也算是师傅们偷心，就算是新编的一个算是歌舞剧。佢当初呢，我想要新编一个歌舞剧。因为我哋10年前有演过一出阿叔同小姐嘅，一地杯就有新娘、讲唱嘅、讲跳嘅、吹喇叭嘅、拜音，还有标志炮嘅，真闹热啦。真是按了谈好了，真的是冇简单哦。可是我来谈好了，你就发现到讲，其实李文谷歌剧团也要剧团地方，伊唔单止希望讲把以前俺哋的文化地方可以拿出来听下做，嘛希望讲在新的人台地方有新的做法。有些下哦，下个节目我哋埋嗰度不仅才内容哦。翻过来，福起来耶！那节目来自俺的屏东内部的李文谷歌剧团的副团长郑在明，还有俺的亚拜师傅妹头衔叫李文谷本人，俺的就曲者在现场同我分享讲，当初做乜个感应俺的李文谷歌剧团。但上到节目地方证明这个故事唔成讲啊！原来用上路地15年前又有 K 位啦，又有攀唱啦，又有八音团啦。因为出来时，他跟你的归跳落啊，但是给做出来时，他跟你的反应很有的。因为这时间，我哋去表演的时间啦，千多人看，所以呢，我感觉到讲，也出戏也可以再做哦。我哋一下一个团长啊，去天上里面团长，天上里面团长啊，同我哋带一批屏东的个国家剧院表演过。我哋更加团长，上个团长带国际表演。甚至于出国，去日本、去美国都唔怕咧。伊个理想遐咧，所以呢，伊都前面太戏，一个戏呢都最闹热。因为家头他跟你原生唔记得嘛，有偷信用的哪个，就每年都去啊历史头哈，有冇？也系戏师，碰信用也系鬼好嘅事情，所以他跟人个好看。所以呢，一个团组如果刚系能重新编歌。尤其我哋啲李世忠喺我哋咧执行中，伊都会写，伊同编一个重新编嗰啲分团咯，分一团中可以独立表演，也可以综合表演安尼。我哋要唱先生唱有名嘅先生嚟教一个先生郭老师，伊喺国手退休嘅先生，伊也係花皮子团长。我哋呢所有的如果经过也量的，伊咧写安尼的，伊咧执行用的演呢，同我哋一摆重新做一个反省的表演，叫做旧戏新演。而家用剧场的角度来看的时间，以为香港对观众的朋友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佢们很容易看也会看。闽南人的行李，闽南人讲的话，闽南人要对闽人讲话，一件事情其实係個幾專業嘅事情。兩位做乜嘅角色，我哋頭頭要叫觀眾朋友講嘅。李文谷本人啦，我想問一下我哋做劇者吼，李文谷本人也個角色係這個係爭取的，還是係本人獨到嘅？獨真係獨到嘅。我以前係本來演李文谷一個角色啊，喺西大嘅。唔過伊離開啊，冇聽我哋呀，我冇辦法啦，地方又冇辦法演啊，之後我都頭拿沉落去啊。係因為我頭頭上冇有問題，你講什麼嘢去做西拉啊，做李文谷本人的話，唔知佢哋角色的嗰種我能夠詮釋上面，一開始有困難。當然有困難啦，我喺表都有困難嘅啊。嗰時我都講啊，人身份都變下來啊。冇咩都講，佢咩萬人都唔多萬人，反正演乜個都參乜嘅呀，
今日我迄演个开始了没？我如果错那个，我如果错话我这个唔可以讲，我要我漂漂亮亮的，唔可以啊。但是问题係講唔同講做乜嘅都衝乜嘅，可是衝乜嘅一件事情嘅標準，有冇人真係看過李文顧本人啊？咁我今日我唔按做衝乜嘅也標準一樣嘅，有啲我哋講當初你學習無論伊學嘅對象喎。譬如講，唔知個當初在做嘢角色嘅時陣，就像我講唔得學，譬如講而家阿叔啦，無論講認識得乜人啦，唔知個當初有安尼想法。我說的是我萬歲都唐日嘅李文顧嘅小料劇台啊，嗰個伊也戲那樣嘅，他個人攏弟弟嘅，一個人專門搞怪，一天的啊，搞怪了一天都發跳啊，專門去捉弄人。嗰時如果往一片行啊，唔可以講哦真正經哦，佢都冇錯嘅啊，係啊，跟住天愛啊你啊。嗰時等於你講，你即個睇深度地步，你已經太弱對入嘅角色有一啲天性嘅啦。好，你哋講安尼做安尼事情嘅人，你絕對唔可能安尼拿住啲衫嚟拍打拍，安尼過正經嘅人吼，可能你安尼個行路安尼行落嚟電切切，咁。做咪啫咯，人家角色嘛。我哋請嘅一個郭老師啊，吼，伊本身就是伊哋對客家文化愛播種老師啦。伊本下點解人家教我哋不能唔輸錢？他說人哋講唔可以，法案都先上嘅時間一定要輸錢，後來自己講同意啦，要去輸錢。伊請認真，只要你通作唔到吼，伊如果給唔完係10分搖到麼？再搖講。安尼世界下面，你搖了搖，迄個搖熟嘅，你會搖出來。欣賞嘅啲讀要差。但是問題係吼，有啲人讀唔得啦，讀到100、200，我唔會做嘅。唔會哦，我哋地方已經讀啊麻痹嘅哦。這是關鍵。讀啊清音分，因為我哋要講一鬼衝嘢哦，一出嘢冇演出來，還一般唔是表演嘅哦。他個人如果講啊，個人真啊，談欣賞嘅，都冇唔錯。就叫做講句話又嚇，啊亂問下，佢就咪啫，唔做乜嘅角色啦。我咁講吼，我先下吼，我都看啲劇本，以前嘅劇本啦吼，啲新娘嘅媽媽啦，司機嘅，我講我演新娘嘅媽媽，我都選嘅。哦好，差不多劇本嘅時間可能我假到見咯，快冇法度啊！你媽律師做，我律師做咩啊？你都看到你的壞心思啊！本身阿妹唔係講我阿嚟我搖來搖去嘅，他是給郭老師啊，你都懂啦，準備換個動作，我都話你玩啊，玩到以滿意為止。他是以咩冇喺嗌搖玩哦，以咩冇喺嗌搖哦，我啲搖邊看搖到以咁樣為止，一個媽媽嘅角色啦嗬，都有時唱冇人伴，18、33、88嘅搖係，你18、38獻啦，我做出這樣嘅獻嘅媽媽，他是家妹嘅嗬，家妹嘅心情有冇強樣？有人家妹我介紹一下嗬，我自己本身。做過18嘅真實嘅對頭講到面嘅冇人破，啊有兩個吼喺現場啊都講田先生教過伊安尼，所以係有經驗。可能嗰度嘅媽媽吼其實冇按相信，爸爸好相信。我唔信。係啊，家妹爸爸個相信。爸爸個相信，小面後面吼，嗰時候也出去演出嘅時間啦，因為冇爸爸嘅角色，啊台詞係就咁講。我講因為爸爸會相信你，做下叫詞冇出來，但要提示用嚟發仔本出。你知道交代啦，爸爸唔對啦，係要記翻交代嘅。都阿你啊，還好啦，但是問題係講，從廿位角色嘅表演嚟講吧，係咪突破了你這個國人嘅一個算是能力的一個限制呀？有突破，因為以前做模擬，我絕對唔係你有嘢。係個真見人嘢咯。但是按你講，有時人講做戲一件事情係做配人的眼神嘛。但係你講，你這個做配人眼神以後，你這個係咪對自己嘅角色有個變個快嘅？應該都是有影響，應該都是有影響。因為以前我哋我年輕嘅時候都喺電視公司
上班的人啊，迄主管之一，啊，拢个拿麦股很名入来安尼，有得我草诗的也向我排解，哦，我又唔适意，啊，向我排解哦，哎，这个做主管无做咩做唔得啦，让揭嘛揭发出来，去牵良缘佛家，慢慢，这家人生呢，慢慢磨练出来啦。但是冇想到吼，到後來都磨練成個300的顯出來。其實冇乜難啦吼，因為其實對做戲一件事情發現到講，即個無窮樣啊，人講無窮嘅面向，其實係做戲一件事情本身嘅嘢無窮嘅事情。啊，但你問過就對待到咪都有入嘅角色嘛，嗰種入嘅角色最多，入嘅花最多啦，吼，入台詞嘛最多。啊，是問題嘅用嘅機啊？用機啊？是有限的錄機啊！對啊，你所以我哋講一幕一幕啦哈，一幕係你記，還是一個故事係你記，還是一個對白你記啊？冇一幕記，因為我哋嘅分一下幕。以前是冇啦，因為以前你高中咧寫嘢，如果你2種，你哋編啊都5種，即加一加詞。啊，更加李世忠伊寫佢詳細嘅，伊都對分一下幕啊，啊我哋都一幕開啊。啊，練戲咩啊？先生都先練第一幕安尼，練落去，練到最後人來總教啦。嗰時等於如果你這個當時咧準備嘅時候，你一幕嘅台詞啊，你開始嚟拍。咁問題喺中途都我哋要講到話，台詞同行為、台詞同你這個表演嘅部分，能用嚟夾好好咯。台詞，譬如講前面嚟講啊，如果講後話時節，啊你是冇上什麼是有師傅。但細拉嘢講後話，能用嚟表演咯。啊，如果通俗個睇啊，冇講什麼啊，能弄咧啊。就反正細拉有細拉演的，什麼有什麼演的。其實我有冇做什麼有過啊？以前我阿叔初時家嘢，我都做妹妹。好，你做妹妹。我都做妹妹，阿屯即家老公頭時家。啊，嗰時都個厲害啊！從個厲害嘅角色，做所以你看冇演到啲啊，你上嗰啲第一個佢體育嘅，我都重要嘅角色。攞去上咧，即家先接到先沉澱下來，啊，唔去看貴嘅劇本可能人定位喺哪，人性格喺哪，都按你哋做出來。嗰種你的角色其實都有你的愛表演的方式，但是按用嚟把做到最把的台詞同角色夾翻好來，其實係冇簡單的事情。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買嗰度嗰陣睇內容哦。歡迎過來福喜來嘅，上一節目來自李文顧歌劇團嘅趙美姐，還有趙曲姐來到現場，同埋分享講師傅妹掏心口地位，一定係做乜嘅角色。唱個上妹啊趙美姐話，這個是托嘅一啲本來嗰度花最少嘅媽媽嘅我冇想到，係小樣嘅媽媽冇想到，其實係啲花貴咗。但是從入邊對於開始到尾來講嘅話，那一部分係感覺到最困難。最困難咯，應該化解係嚟啦，也唔會啦，因為線上嗰嘢嘛，啊，我哋唔會去難人啦，句唔會去難人，但是佢有問題嘅路嘅，我記得係嘅媒人婆，因為媒人婆15年前也係被做媒人婆，28也係被做媒人咁做，台詞貼到啊，哦，喺來配到個簡單一些，但是呢個座位啊。人家係廿個又聽伊要做一個，明明都同新娘唱啊，伊做同新娘共唱啊，我哋都會難啊。嗰時候當時嘅表演嘅時間，跟你嘅表演時間，伊咩共用啊？伊本來對做片出，對我做片出，伊對我有片出，我哋變得老啲，佢講媒人婆行一片哈，誒，有時大過伊人嚟，啊你要咩唔滿用嘅呀？係要俾起嘅地步咩唔滿用？而且唔知嗰種媒人講嘛，但我講唔出來啊。有到我講，哎呀，你安排佢吃呀，其實真是冇辦法怪啦，15年，係啊，15年世事嘛都75歲呀，係呀，真是上戲冇腳見盡都唔會攬嘅哦，伊至少話行個上戲，
什么只过行查片。哎，嗰时其实真的我怎么我真是想讲15年前哦，当然我唔错啦，梅艳婆强一啲，哦，因为其实梅艳婆讲嘅法规多，遇到嗰種司機啊吼。臨時愛學哦，真就學唔出嘅飲頭按水，冇得講按油帶米絲，係啊。佢做呢份工哦，要按到目地位，唔即個有影響佢成本，那一目唔即個哎呦學嘅佢叫都學唔到喎。我是講冇安尼現象啦，咁講我感覺我設計啦，我本身因為我唔懂咁去接。舞的部分啊，係手腳啊，不協調。幾個手來講我跳表嘅，嗰種我攞嚟講，你跳舞我進來啊。嗰種我盡量可以演示來，嗰唔是跳舞啊。啊，唔過你要帶動作啊，反啊，滾啊，真是我哋阿年紀啊做唔出來。有時我哋想如何我講，啊，你可以鼓鼓下啊，冇都鼓一年咧撲下去哦，有冇？講先生，我哋呢度寫咧，唔按名我哋咯，我哋做唔出來。應該講鼓嘅下去啦，擺唔到，切條毛去啦，毛上嘅聲音啊，鼓下馬上調好嘞，鼓下一調好啦，唔等下一下我慘咗嘅夾咗塞嘅，你看好來都冇按反調啊，你冇一個按到呢份鼓，怕用50人寫，冇辦法對塞嘅塞對好跌下咯，冇得跌下落以後，啊鼓好來等下一下。唔講到一間上到我哋要擺起。小會演出，佢直播一打嗰個，呢個歌一度寫咯嚇，我講快寫啊，我唔知嗌度寫，我寫書咯，俾我聽完行嘅做，唔敢拿出嚟。哎呦，我按不跳咯，我唔知呢度寫咧。好，家就佢學，喺嗰度講呢份故事度寫咯，都顧下依顧冇。學家你話嗰份就，我哋喺學啊，因為一般喺表演地方啊，上先睇緊人哋要唱自己產品好要咯，去參加嘛嗬。咁睇緊人哋發現咯。我講呢啲好難嘅問題，啲師傅妹啊嗬，都係一講如果我配台詞，嗰時我哋都 happy。演師傅妹，他是做師傅妹，師傅太太，咁搖哦。啱本嚟，對，啱本嚟經驗咧，因為驚啊講觀眾唔喇叭佢快看啊，伊都喺面妹嘅對新竹回來，喺面拉嘅都太平去看，連日老公去看，日老公啊嗬，人講佢避暑嘅人啊，喺公司做主管，做到更加還係主管，爺老公已經有72歲，也係70歲嘅人嚟啦。結果話嗬，爺老公啊，應看也是，唔到咁看啦，數也應看，要頭看，阿日嘅又嗬，一樣了，因為啲攝影師話頭講嘅哟，因為我哋唔可以喺前面，啲攝影師話，怎麼這，啲潘大哥啊，唔敢看人家呢，見頭看咧呢，咁下到嘢啊，仲係啲學姐啊，蘇梅嗌學姐啊，佢講學姐。人老公唔夠看咧，頭看咧，他是也鬼好，因為我哋聚餐時看了個9萬的時候。而家所有看人要食有時冇拍50元錢。而要監察我講阿妹50元錢，50元可以到我看到100有時冇拍，當然就看2罐酒啊。要監察你，唔可以話你皮皮啊！真是有時候你講老夫老妻，真是有時喺人面前你冇攞到名言俾人罵。尊敬啊！真是哈，真是，艱難的看到人家哈，按你表現到我哋以前年輕時飲食嘅時間，按好嘅身材哈，按長嘅伊嘅成樣啊，真是冇簡單。甲李文姑本人喎，你這個有唱嘢嘅算是親戚嘅到來，好冇？唉，親戚朋友而家親戚朋友，強姦人啊，強共創嘅，嗰時伊啲嘢係咩參到亂嘅。誒，佢睇人哋看係係厝外啲親朋好友以外，然後譬如幾拜埋幾度位，算是係的。誒，呢度誒，我來看下佢身邊咧，算是師傅冇頭先橋嘅啲戲劇來看人，佢睇人嘅反應咯。大下談到風評是幾好，但是我哋唔可以行前去，唔可以行前去同觀眾互動，因為我哋喺演員現場交代，你千萬唔可以行前面。冇錯。但是問題我哋喺那平常時，我哋喺啲我哋每年都有10場嘅表演，10場嘅表演喺啲關懷據點啊，我哋那每一擺表演係啦，大下觀眾
青铜的爱沙子，但那叫行来表演啊，好轻佻。嘿，伊咧更加吼，至少看到安尼全部啊，吼，安尼讲全部咧咧国舞剧，真的会少。一方面呢，吼成本贵高，对啦。一方面呢，吼，你讲又写又爱写剧情，又要写台词，又要按照你去做，吼，有时又要我哋讲道具啦，吼，嗰度又要排练，又要嘛，要成本一定大。啊，嗰時其實真係我看到安尼，全部又好啦，又有客家文化，他跟你的印象地方又蠻以為，其實真是算得出來。所以我哋女僕人哋一團呀。係啊，真是當成一團啦，吼。嗰時其實從來就記得我哋嘛有去其他嘅演示表演俾你看嘛，吼。咁睇下你嘅反應咯。響應幾好，係響應幾好，一直都幾好。你表示講李文谷也會算是。以前的小口的劇吼，其實唔單止係我哋錄對嘅嚟讀，吼，嗰時讀嗰是客家嘅，可能苗栗啦，嗰度其實亦都蠻有多多少少讀安尼嘅事情。嗰時間同講，今日看下我哋嘅節目地會發現講，我哋有啲李文谷嘅國劇團，對啊，嘅國劇團有先上嘅揀入邊都有分享。哦，我哋先分享，分享，因為我哋而家吼可以講65歲以上嘅大部分，咱記者60歲以下嘅平均年齡在三處是叫做65歲嘅啦。個人嘅一啲劇團嚟。已經到高點了，我哋真希望有小朋友，無論有青少年。因為我感覺青少年咧人入來話，對伊啊嘅學習，伊啲太學生、太專生，沒有校外嘅學習成績咩？高中生嘅。但係講有安尼吼，我哋英語檢驗嘅必定，伊都參加我哋可以檢驗嘅必定。但係我哋目前最強嘅啊，女僕國手咩？女僕國手線上都也會團啊，我哋想教學生啊，要多多節目要強幫，所以一點有一些困難。但係我要同我哋呢個團長答應之前嗰個，希望可以再傳承。嗰時伊哋更加有希望對阮滿意。因為其他小學國中嘅話，有真係有時候讀到，譬如我通俗考試啦，因為嘛你求學嘅一啲階段嘛，但是其實有時嘅太學可能會有嗰種我哋講戲劇系、戲劇組，好，譬如講我哋沙台，好，可能都可以去想一下做生意，但是聽嘅問題都講，哎呀，都可能唔行。我哋呢線上，我哋呢舞蹈。歌唱線上係好多年籌組嘅，我哋一個郭老師編嘅話劇嘅時候，因為好多年。但是以前是冇上台呀，你上台講好吧？唔怕，教到位，我哋地方因為有點愛神嘛，咩唔會句會講。啊！你一直黐咩喎？講出來客話親切喎。係啊，我唔錯。其實像譬如講，我哋有時就係能做乜嘅英文劇，嚇，我哋去做乜嘅德文劇，我哋嘛唔到嘛唔會從我哋以前合唱團做乜嘅德文歌嘅哈利路亞，全部都用配嚟哋啊，洋配，對啊，都真係洋配，但是真係都感覺到講語言冇問題啦，有心思嗰有問題。係，錯，但最尾嘅問題，我有乜嘅心理嘅準備冇？譬如講，我煩啦，我有師傅煩啦，冇攞，哎呦媽個準備冇。唔是啦，落去個人詞也會高一啦。客話攞對正確，我搞一個客話係。好啦，最重要係唔再咁講。你唔敢講，都冇辦法嚟啊！對你個開放嘅心態，嗬，其實係個重要啦。對未來呢，副團長有乜期望？對未來，人家可能我哋團長變係過離開啦，伊也可能又不用隨時發啦。他真係地底咧都會講，我哋離始終有計劃，有同嘅溫文嘅上莊，有一啲，其實我哋上次表演也有講過啦，但是人家計劃屬地方也有一套計劃啦。你講。我蠻享受，伊想我做一個國際性嘅景點客家文化嘅總體嘅表現，但唔係地方以客家文化地方有當然有我買有嘅冇嘅東西，屬於客家嘅東西，但是戲曲我鬧嘢，我帶來一個鬧嘢，所以伊可以同人合作，伊一年來同人哋學習，我哋向下來表演。
也係規劃自己。他要第一望期望的啦，其實只是你希望講，只是今日來講我哋客莊，但是可以看到我哋客莊嘅一啲文化，我哋客家人嘅身份，真是嘛可以用一啲表演來講，我哋客家地方最強嘅一啲文化，唔單止國味，還有我哋戲劇。係啊係啊。或者看下今日節目，我發現到講，一啲戲劇地方唔單止帶來一啲收穫，其實伊貴到嘅係，然後文化地方伊最強嘅花式、最強嘅國味，還有最精彩嘅舞蹈。今日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按精彩嘅故事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。休息一下喎，得聽下啲時尚來，聽話運動哦。我跟福建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